我鍾意生活有層次感，有唔同嘅質感。我鍾意呢度有層次嘅山景，有層次嘅港島都會生活。我揀 Wooders， 因為佢有晒灣仔、銅鑼灣同跑馬地三區截然不同嘅繁華，同時又有自成一隅嘅隱逸感。喺呢度，跑馬地傳統豪宅區嘅優雅，灣仔嘅中西交融，銅鑼灣嘅匯水世界時尚，通通有齊晒。I like it。呢一刻，我想懷舊；下一刻，我想最 trendy。即使隨心散步，都可以穿越中西，漫遊時空。呢三區有幾多種味道可以揀？多到我答你唔到。除咗享受世界品味以外，喺 Wooders， 我仲擁有聯繫世界嘅交通網絡。至於頂尖學府，一樣有好多選擇。名校生果然質素唔同喎。住喺呢度，雖然俾三種繁華包圍住，但係一返到嚟入口大堂，就好似入咗個 gallery 咁，優雅得嚟，又有一種令你好舒然嘅感覺。呢度嘅 designer 幾夾我嘅 taste 啦，我鍾意 streamline， 鍾意陽光感。呢度有齊晒，呢個係我嘅 Sky Garden， 有時喺度 chill， 有時喺度 meditate， 有時喺度聽啲雀仔傾偈。身體同心靈有時想要嘅會好唔同，身體想出去玩，但係個心話今日不如靜一陣啦。喺呢度你可以快活、慢活、雅活，隨心所活。What would you like？ 隱逸於三種繁華裏。